好，来，咱电话应该是读到遮啦吼，什么冬瓜吼、应价这个吼，所以咱对遮即后一段开始读起吼。真心讲，安领毋通受气吼，后摆则较细字吼，等下老卡天呐吼，你若要看这文本，你当去我有搭迄个 YouTube 会当看着，或者是你去看我搭迄线顶文本第36页吼。阮读到这第36页第2段吼，真心讲，安领毋通受气吼，后摆则较细字吼，因为甲钱放无去嘛，放毋去吼，因为家老伫路呢吼，找拢无吼，要是伫厝内吼，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电话敢有读到遮哈？我若有印象有即段有点过，无详细看。无详细看啦哈。好，我来详细来一字来哈。真心讲，安领毋通受气，即个安领即嘛人较无安尼讲啦。你若看歌戏，佫听会着吼。当然我讲的歌戏，我少年时看啦吼，毋是即嘛我已经足久无看吼。安领毋通受气吼，后摆则较细字吼，后摆则较细字，这应该嘛免啥物解释吼。后摆就是当然毋是讲后一摆啦，后一摆佫发生，后摆伫台语有表达就是以后嘛吼，则较细字吼，以后会较细字吼，较细字就是较注意，较 be carefully 吼 ，be careful， 因为家老伫路呢吼，因为进前有讲伊钱放毋去嘛，敢若是因老母互伊一角银啊，结果就煞放毋去。结果是讲是家老伫路呢吼，歹找啦吼，落去倒位可能都毋知吼，找拢无。会讲落落去倒位，我有一回吼，伫咧高速公路车停咧边仔放着，结果我落倒啊，因为伊咧边仔有迄个护栏嘛吼。我就安尼爬过迄个护栏，啊，结果我迄个皮包落个涂骹，我无注意，着放了，车驶走，我见我皮包无去，我感觉佫说靠已经到位啊，佫只好佫上车，佫甲车佫驶转来，佫靠倒外去我放了所在去，佫找会着，佫找着。因为直行吼，你大约啊，其实高速公路你若直行，你大概伫倒位，你家己拢知影吼，毋是讲真正找无啦。好啦，歹势想到遮吼，因为家老伫路呢吼，找拢无吼，伊有找啦吼，伊毋是无找啦，伊有找，但是找无啦吼，找拢无。要是伫厝内吼。若是落伫厝内吼，要是伫厝内，即个卖是毋是顶下看过啊？要是伫厝内，应该是在讲要是安怎安尼？哦，要是安怎？是顶下迄段我哪有要是安怎哟？我都袂记。对啊，就是时间到就无搁继续讲。OK， 顶下敢若是有查即个要是啦吼。若是安怎吼？若是伫厝内吼，来要是即个卖哩，搁甲看一下，看一下。今仔都无开遮多时间啦吼，要死吼，要爱，譬如讲，要悠哉人吼，我也袂就来袂就来吼，即拢是要或不要的要啦吼，要爱迄些要求吼，要新的吼，要去新的就是 request 吼，要新的。要我500箍吼，即个要我500箍，顶下马文你讲要我500箍是安怎理解？就是伊要甲我抵500箍啊。哦，你要要求ask me for 500箍啦吼 ，OK。嘿啊 OK。你讲去买一领啥物物件，伊感觉伤贵啊，讲互别人听的时阵，迄讲要甲我500箍，要我500箍安尼。OK， 好，多谢。
好，第二个是表示动作的未来吼，要食饭、要去、要参详。第三个是动作的将来，这拢是将来啊，天要光，日要暗吼。你讲到，就是啥物要上桥接白卡啊，对对对。天要光上，你咧查无讲到底啥物讲话人有法度注意，无法度注意迄个情。对啊，这2甲3一直分袂出来吼，就算看迄个日文版的规则嘛，看不解。我本来讲要查个煞袂记，好啦，袂记。好，第四是要去吼，升落去吼，要下门做生理，要明仔载要台中吼，你要倒吼，即拢会使甲去升落去，对，当表达 I'm going to 吼，你要倒吼 ，Where are you going 吼？所以你要倒其实内底完全无迄个顾迄个即个动词，但是你着听有啥物用迄个倒的副词，甲你要做啥物代志，即个袂吼。所以伊是用副词、地方副词来表达要去啥物所在安尼吼。第5，若是安怎就安怎吼，要我就要好天就真好吼，要知我也毋去吼。若是啥物就安怎if 就安怎就安怎表，英语煞袂晓讲好。我对就是头前是假设语气啦吼，若是安怎就后壁就安怎吼。要知我也毋去吼。第6个，若是讲到啥物代志吼，要趁食，要趁要趁食人常常无通食到饱吼。要中国透年就有妖乱，要旧年无遮寒吼，就是相看这5甲6个有一点仔相像吼。若是啥物就安怎吼。所以6讲是若是讲到啥物，其实表达的意思是拢，我感觉听起来相像啦吼。若是安怎就安怎吼。若是趁食人定定拢无通食饱，若是中国透年就有妖乱吼。若是旧年无遮寒吼，就是安尼吼。但是我拄则讲的，就是用若是来替换迄个要啦吼。要趁食人常常无通食到饱，要中国透年就有妖乱吼。第4是冠伫疑问词顶面来加强语气，比如讲要哪有迄落物吼，要啥知哦，要倒车吼。歹势要倒车，这是要倒车啊，对啊，要倒冠伫疑问词顶面来加强语气吼。要哪有迄落物吼，要哪有迄个物吼，就是哪有可能有迄个物件吼。我拄仔看无原册说明迄汉语我袂晓读，要啥知什么意思？都食迄句要哪有是？可比讲临时临要要倒车，临时临要倒套，要倒安那？倒即摆讲啥物囡仔？下课等下无甲老爸老母讲明仔载爱炸啥？等到去用叫讲好去困啊，9点10点好去困，你才讲要爱啥？后尾我打电话，即摆你甲讲我要去倒车啊？临时临啊，你若讲量早讲就会使紧去做嘛，讲毋是9点10点甚至10点嘛。我临时临要，即摆才咧讲是要去倒找啊，是要去倒买，是要去倒款，要去倒安怎，要倒安怎拢无啊。只是即摆你讲的即句，我乡听袂出来。你讲要哪有迄落物，是无？要哪有迄落物件？要哪有迄落物件？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即摆你讲的即句，我无听清楚。你讲对一句？就是要啥知？要哪有的后壁。要哪有迄落物，就是要哪有迄个物件。搁后壁。后壁要啥知啊？要啥知？我点无等你找，我嘛毋知。我看嘛要啥知伫倒位啊？我拢找无即个卖字是伫倒位。就是讲，要若知就卖安尼，要知就卖安尼。所以后壁可能想斗好定词诶，要知就加买挂，要知就大落来，要知就安怎，要知就卖，就讲已经做啊，抑毋过含原底诶
期待，或者是尾啊才知，所以就讲早若知就好个啊。所以要知就安怎，要知就安怎。OK 是要写知。どうしてわかるものかどうしてわかるものか所以要写知是哪有可能会知？有，应该是这意思吧？是点出来的。要写知，哪有可能会知？有。袂着册，啊若袂着册咧，袂着册吼，袂着哦。要倒册，敢是？要倒册，どうして探せるものか？要安怎找哦？就是要安怎找？要写知是要安怎知？哪会？是要倒位找哦？哪有可能会知？哪有可能会找到？哟！我毋真正较罕咧听人安尼讲啦，要哪有晓落面是知啦吼，后壁即两个颠倒，安尼讲我颠倒无啥知影意思吼。因为较会讲是讲要知，哦，就是两字要知，啊要知就是要若知，就是若知了量早知影，我就袂知到现主是即个状态。可比讲，敢若买一项，无买两项、三项。袂记压雨伞，还是雄雄就走转来，应该继续留伫遐，对吧？要知要若知是即个状态，就讲现主即个状态是，我毋知影迄个状况，我才会到即摆即个状态。要若知，我就无爱互我家己变到即个状态。讲我量早走转来，还是走去买物件，还是安怎安尼，就是淡薄仔后悔，淡薄仔懊恼。要若知就安怎呢？这好理解啦吼！你看伊个第四，就是讲即个第七个即个鬼色的头甲尾的两个例句都较容易理解吼，因为迄个疑问词的疑问句就足完整的，哪有迄落物吼？咱知影讲你讲啥？啊，要哪有迄落物就是搁加强尔吼？啊，上尾迄个是。知影甲人讨，要安怎甲人讨啦？吼，知影甲人讨，咱知影听有嘛？要知影甲人讨，咱加强语气，咱是一定理解。但是即个写知倒册，即个疑问咱听无啊，所以你要写知，要倒册，你就无法度理解到底加强啥物啊？因为本意你都毋知啊吼。写知可能是要安怎知啦吼？我有啦吼，倒册是。无啥知。要倒册就是讲临时念啊，要倒册就是无嘛，要倒册就是无底册。即个倒册，即个倒毋是第二复数呢，即个倒无一定是第二复数，我有啦，我无介清楚啦吼。倒册可能当然嘛是第二复数，因为册一般是和所在有关的，你同 location 有关的嘛，所以可能第二要倒册，咱就理解啦吼。伊若是意思讲要倒册，咱理解是啥物意思啊？但是写知就我都无理解写知是啥物意思，哪会知？好啦，这以后有机会再搁现啦。好啦，要是伫厝内吼，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吼。伫厝内伊就有其他的方法找嘛吼，点灯扫厝吼。就是处理具体嘛，厝搁较大间嘛是一个有限的啊。啊，你外口，大海看茫茫，你要倒找啊？华语讲地毯式搜索啦吼，啊，台语无安尼表达法啦，点灯扫厝吼，找到着啦吼。好点起来，看较明嘛吼。扫除就是，
嘿啊，扫除找到对啊你。扫除其实就是地毯式搜索啦，扫除就是啊。其实华语的地毯式搜索，伊可能嘛是爱设定一个范围啊。可能讲有人发生山难啥的，还是海掉水流去的迄个，伊就是会设定一个范围嘛。啊，然后甲迄个范围，就讲有可能的范围，还是讲高成的范围，甲画出来，啊，就伫迄个范围真正扫到着啊呢，扫除找到着嘛。啊，即马厝是你处理嘛。啊，即马迄个要去找人的时阵，反射着啥？扫山找到着，对无？扫海找到着，扫逼反正就是伊即马就讲啊，若你处理，我若知影你处理，我就甲厝扫厝，对无？规扫过，拢甲找甲出来。啊，伊厝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嘛。啊，即马有一个人失踪去，还是讲叫水流去，还是讲对即个点。入山嘛，啊全无去安尼。啊，敢若对即个点爬上山，你会使爬偌高，你会使爬偌大，就是遮尔大，即粒山就是遮尔大尔尔嘛。啊，而且佫对即个点入去，迄个范围就是有限。啊，侦查讲咱要投入偌济时间、偌济人尔嘛。啊，中文咧讲地毯式搜索，安尼可能咱就叫即个啥，扫除找到着迄个啥句型来造句。就是扫山找到着，若伫山我就扫山，若伫海我就扫海，若伫河溪我就扫河扫溪，甲扫到着。反正就是要甲找甲出来嘛。因为最近有一人伫日月潭嘛是搬落去嘛，啊搬落去迄个点边仔有人就知讲是即个点伫倒。尤其像有手机啊，有手机有 GPS 的定位嘛，啊有水流的方向，就厉害出来一个范围啊嘛。啊，警察顶落去。较麻烦。地毯式搜索其实就是讲地毯式的超车都会使啊啦，嘛免遮费气哈，免遮辛苦啦哈。地毯式的超车大家拢听有啦，啊，就是用台语的发音、台语的即个故句的形式，啥物你尽量就是坚持台语的发音、台语的故句形式，其实就会使。我是感觉对即个做事吼，免遮尔啊坚持讲，我一定爱什么脱机，这项脱机无脱机，你本身你坚持台语的发音，坚持台语的故句法，就是脱机啊，吼。我感觉这较重要。啊，若是讲去照用词，我认为照用词根本就毋是啥物毋是啥物了不起的罪过啦。照用词是足正常的，是外来语的外来词的使用，这是足正常的。地毯式的超车，对一项你会当讲对一句无符合着台语，对一字无符合着台语，无啦吼，所以根本无必要遮辛苦啦。我是感觉做句做事吼，足侪，尤其是迄种坚持大牌吼，太过头去啊啦，伤过头去，你其实对一个语言的发展有害啦吼，迄不利啦吼，莫用迄种心态吼。好，当然你会当有诶足侪外来词，你直接用音去翻，其实嘛是会使。当然我讲的是坚持台语发音的方式去翻，啥物意思？就是讲啊白听叫做台湾国语啦，台湾国语就是我理想中上好的台语的迄个华语词的华语词的翻译法啦，吼。就是你真正无法度，你就是台湾式国语，比如讲啊，花生，你讲花生是无啥物毋对，花嘛是花生啊，生拢是你台语的发音方式嘛，吼。反正你去学阿公阿嬷的即个台式的华语，你就知影啥物叫做即个华语词的台语音翻译吼，迄是足好的，而且迄是互后一辈去学台语上好的方式吼。因为伊才知影讲，偌侪音伫华语要转音要安怎转对台语来吼。好来，以后再讲。好，咱即段来甲读过吼。真先讲，安领毋通受气吼，后摆则较细字，因为家老伫路呢，找拢无。要是伫厝内，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吼。这咱今日规段吼，来
对芭比开始。敢有杯来读听啦。来天若有兴趣，甲揪起来，免问，就甲揪起来。你就甲揪起来，伊若有兴趣，伊就起来哈。啊，看未授权迄种诶 ，moderator。哦，对，歹势。啊，不，一无拄好佫寻着伊啊！芭比我读落。伊拢是 M 开头。迄设计实是有问题。M 开头。伊可能希望第一点，你若是误试着吼，希望你甲踢走，毋是甲误试入来做主持人，叫做啥请神容易啦，送神难哦。你共连麦克摕互人，要共踢掉，较费气吼。芭比吼，来即道较细腻，毋通佫甲你踢落。来，后天若有兴趣再开读啦吼。来一段规段来即道马有你先。发生啥物代志，我向读去着。安尼啊，发生啊，我拄则甲你卖掉啊，你佫毋知。我去下卡着永远无声呢，拢完全听无呢。哦，安尼。好来。完全无声，去下卡无声呢，奇怪。马有你先。芭比先读先啦。马有你先好啦，即照顺序啦，无等下看袂着嘿。我最后我压袂好啊。真心讲，安领毋通受气。后摆才较细字，因为家老伫路呢，找拢无。要是伫厝内，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Sunny。真心真心讲，安领毋通受气。后摆才较细字，因为家老伫路里，找拢无。要是伫厝内，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拄则迄个音，大家印象太深诶，拢谈着呀。因为家老伫路呢，吼，迄个老是本调无毋对啦，但是。当然啦，你若家老是讲家老啦，但家老伫路呢哦，较顺吼，变调一个规个连过来，因为家老伫路呢吼。好来，玉文。真心讲，安领毋通生气，后摆才较细字，因为家老，迄个家老伫路呢。家老伫路呢。找拢无，要是伫厝内，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芭比。真心讲，安领毋通生气，后摆才较细字，因为家老伫路呢，找拢无。要是伫厝内，我就点灯扫厝，找到着。好。来后一段。一日吼，有一天啦吼，这应该是一日啦吼，因为这个吼。其实，即个第八条吼，足恶，有时啊足恶分别吼，因为迄个一徛到一点实在是太像诶吼。这应该是一日啦吼，这是第八条，但是读假音，一日变调吼。一日真先读册转来啦吼，真先读册转来，去田里挂稻果头要行火。等下咱拢解说啦吼。到暗无转来，老母伫精美间倒来，就去甲伊替单。迄时我知影
足侪听无的吼，咱等到时一字看吼。迄时，你的 YouTube 是无开麦克哟。YouTube 麦克有啊，我看声音有你对的啊，嘿啊。嘿，你看你 YouTube 是毋是袂记开麦克吼？有啊，有声。是嘿，好来，我继续读咧吼。退单伫咧我遮哦。迄时暗袅袅到厝志勤想着伊行前为新群有配一蕊新无花吼，新无花啦，歹势新无花是拜托人对府城买倒来的，好对嘿。头拄仔袂记得摕起来，当去田呢。担稻果头，毋知家留伫倒位吼，真要紧哦。青强得找吼。好，来即段实在是足经典的学读啦吼，因为太侪词你可能毋捌听过吼，所以你就读到毋知你读啥吼。来，咱一字看吼。即日吼有一工啦吼，歹势即日啦吼有一工吼，即日真心读册转来吼，真心读册转来，因为伊的飘音吼含咱惯势台语的讲话，咱惯势的讲话，台湾人惯势讲话就是动词，啥物来啥物去吼，拢是头前拢本调，后壁是轻声啦，但是伊的飘音嘛拢是转来，就是头前拢变调，后壁才是迄个来去啥物拢是原调，所以哇，实在会读足袂惯势吼。好，真心读册转来吼，咱知影讲伊去读小学，敢若是隔壁庄吼，行一三啊路。好，读册转来就是下课啦，放学吼，去田里挂稻果头要享火吼。我即遮就是若毋捌做田的，毋知影啥物叫稻果头吼。较罕咧讲台语的，袂晓讲享好吼。OK， 去田里挂稻果头，稻果头是啥物呢？就是你挂你迄个稻仔收割了后，有一节搁掉伫咧土里嘛吼，迄节就是叫做稻果头吼。好来，查一下字词典来看有无。稻啦，歹势，稻是 TIU 第7条。TIU 第7条，果 KO 第2条，好，安尼后壁用 wildcard 啦吼。wildcard 就是青号啦，我从来毋捌过说过，应该听有啦吼。稻果啊，伊无收稻果头啦，伊有收稻果吼。稻果就是稻仔的，这是叫做真要哪读啊？哇，这实在是佩服，我袂晓读吼。应该是罐，还是迄种环乌环嘛，还是稻罐？等下吼，我先查一下真要哪读吼。稻茎吼，茎会当读做茎吼，草的基骨壳，茎草的基骨、树的基骨，读做形还是茎拢会使吼，形还是茎。好，所以那你若即个新网的规则叫做稻仔的茎啊，安尼你嘛是听无啦吼。话你稻果就是稻茎哦，稻梗的款，我记得是敢若袂使叫做茎啦，其实是叫做梗。做山人博物馆迄张相片，伊当咧挂稻仔挂完了，迄个黄黄的迄块就是啊。无，
稻果本身毋是迄果啦，稻果头才是迄果啦。嘿，稻果是规个嘿嘿，规个土面以上到随迄节拢会使算稻果啊。对对对，嘿。哦，稻梗啊，无梗嘛读做茎，还是茎吼？我感觉爱读做稻茎啦，吼，袂使读做茎啦，吼，伊个稻茎吼。新闻也写稻仔的茎吼，其实我感觉写得无好，应该是稻仔的茎梗，稻梗迄个梗吼，因为一般讲稻梗吼，稻仔的茎吼。你若要大华套篮嘛，袂当用着的吼。我知影新闻来即个规则是真正是大华套篮嘛，有时啊你著爱读台语，有时读华语。好，稻仔的茎就叫做稻果，或者是我相信去读稻茎嘛，会使我查一下稻茎吼。对了，我咧变啥？稻果，我无，伊无。好，敢若有收稻果尔吼。好啦，稻果就是稻梗，吼，你安尼去理解就知啊吼。所以稻果头就是稻梗的头嘛，所以我拄则讲是你稻仔挂开了后，伫个迄个伫涂骹迄节，就叫做稻果头吼。这是稻果头是我自细汉就讲到的一个词啦，所以我知影。但到是稻果，我毋知影讲是规个字整个真吼。稻果头吼。好，所以伊即个读册转来吼。放学啦吼，大家其实会当讲放学啦吼。放学了后，去田里挂稻果头，要享火吼。挂稻果头，所以真明显，伊嘛毋是甲规个稻果头背起来啦吼，是干那挂顶头迄节尔吼，真可怜吼。干那当挂顶头即节吼。较早最惨的，阮是规个即个稻草吼，长做一丛，规个即个。挂下了，迄个剩的迄个稻草咯，长做一丛安尼，再贴做草屯吼，草屯吧，应该叫做草屯。等我查者吼。有人讲草捆、草印，搁草堆、草长，甲拢有无共迄种诶。草补，嘿啊，嘛有讲草补。毋知用即个会使袂？哇，我是咧变啥人？好，我用音去查啦 ，CHHAU。草屯用 T 开头吼，我要卡。草堆吼，草墩，草堆、草墩、草墩，竟然无草墩，那是草屯啊哈。我是讲草屯啊，是草屯，我已经袂记迄个真正确的音嘛吼。就是南投迄个草屯嘛吼，就是伊就是即个意思吼。拄则三年你讲的迄词我煞无听，你搁讲一遍好无？草埔，伊讲草埔。草埔哟 ，PH 哟。你讲草埔。我有老话。P 开头，后来草埔。PU 读做伙，草印、草捆读做伙。草埔。长草无长啊。草长贴起来叫做草埔哟。无长的是草，我要按怎？哦，无长的是草捆甲草捆。
无掌贴起来是哦，你意思是讲无掌贴起来，佮咧草困哟。无掌诶，对，草困就是无掌。我知影是无贴起来。啊，有无贴起来叫草布。哦，贴起来，所以无掌无贴起来叫做草困吼，无掌无贴起来叫做草困吼。好，啊，其实草掌就是贴，就是掌起来吼，叫做草掌吼。当这当一掌啊。嘿，对，草布、草屯、草堆吼。好啦，这一堆吼，你若去查即个台语内底吼，有关即个做田的吼，什么草啦吼，这丢草啦吼，丢啦一堆啦，输一堆吼。啊，即嘛其实用足少的啊，因为即嘛毋是农业社会啊，拄敢若做田人才会晓的吼。好，来这知影就好啦吼。好。即摆爱钱哦，你若讲买草掌，你买长草掌，爱互人钱，爱体验，体验。安尼哦。我较早做较惊去的代志，即嘛啦摕钱去做吼。好，来挂稻谷头要烘火吼，这是迄早仔囝啦吼，较早是规掌摕去烘吼，嘛毋是真正用规掌摕来烘，迄是干若用来起火用尔，那真正烘火拢是用柴啦，嘿啊，做火种啦，嘿啊对，因为迄倒足紧诶。第一点是要倒开进前吼，迄你若要倒啊毋倒啊，迄烟足大诶吼，烟足大诶，所以你烧稻草为什么烟遮大就是安尼。嘿啊，倒起来了后，迄速度足紧诶，所以迄袂赴烘啦。所以一般是袂用这去烘火吼。好，用来点火是会使啦，做火引啦吼。后来继续吼，到暗无转来吼，到暗天暗啊，拢无转来吼，无转来是台语的惯势讲法吼，无转来就是写法吼，到暗拢无转来。老母伫情美境倒来，老母敢若是伫情美境你做工的款啦吼。嘿，好，老母伫情美境倒来，吼，情美境就是情美境华语敢若讲，碾米厂吼。叫做情美境吼，或者是米甲吼，米甲嘛，人讲米甲吼。我是人下米的所在。嘿，阮是讲，我是个自细汉我拢听米甲啦，我毋捌听过情美境啦吼。情美境是遮学的吼。土人经啦，对啦，就米甲土人经啦，这是我细汉是拢听过吼。土人经吼，你即摆用土人去找着会通找着为迄古早迄个你用来你加米的迄个机器吼，机械吼。啊，当然我所知影的已经是用电力转啊，吼，用电力转芳。迄个萧明迪老师伊的做田人博物馆内底就差不多拢总有啊，应该90%以上，含做田有关系，内底应该拢。对，你有兴趣咱去查吼。好，老母伫情美境倒来，对情美境倒来，就去家己替单吼。就要去甲伊替单吼，替单就是要去换班啦，要去甲换班啦吼，就去甲伊替单吼。替单这两字要安怎理解？替就是代替嘛吼，代替一直替你，单就是中弹一直弹吼。啊，当然这才是退役的单嘛吼，去代替伊单嘛吼，就去甲伊替单吼。所以替单是这个事。替单其实我连伫书店就无知，但是听就听有啦吼。虽然即个词我毋捌听人讲过吼，咱来查一下替单看有。THE 第3条，单 TANN 第1条。还是退单 THOE 第3条 ，TANN 第1条。哇，拢无呢，无即个词呢。你讲两个动词斗做伙的复合动词。我看册台语敢无人安尼你讲。我先查退单，无啊若退单咧，嘛无。OK。
这是陈开盘伊发明的一个词吼，但是发明到足好吼，我感觉足好，我看有听有吼，而且毋是介困难吼，而且是足好的意思。我讲足好的意思是讲足好的表达即个意思啦吼，就去甲伊替单吼，就要去甲换班啦，去交换班要去退伊转来吼，互伊去休困，我老母要去做吼。迄时暗猫猫，已经暗摸摸啊嘛，无可去退伊做啊，应该是着去叫伊转来啊。迄时暗猫猫吼，伊即只用猫猫来即个形容即个暗时啊暗的情形吼。你会当，尤其是你会当家己发明词啊吼。你活伫迄时个上好诶时代，就是一个台语要死啊毋死，你会当家己发明词诶时代吼，无人会讲你毋对吼。所以你会当家己发明词，你若家己譬如讲你写，将来你要家己创作，要写一篇小说吼，你着家己发明词袂要紧。尤其是你用白话字写诶时阵，你发明词佫较简单吼。你因为你甲音写出来就好啊吼。啊，逐个听有，譬如讲替单，我听有啊，我知影意思啊。我虽然字词典我找台语一个都无收，但是我着看有伊的意思吼，就去甲伊替单吼。所以你会当发明即种词。讲一个发明，就是有一个什物鸟仔名，伊真正伊对鸟仔做兴趣，有一寡鸟仔名，伊家己发明的。我嘛有家己发明一个，毋过还未经过别人的考验，就是有迄种芳伊会去加叶仔的吼，我着家己写做真相芳。是。这无经过大家。真好啊，真好啊，嘿啊，一听就知影啥物物件，嘿啊，所以是真好。我为虾米特别鼓励安尼吼？各位，你知我听讲的啦，听讲即个 Shakespeare 吼 ，Shakespeare 就是莎士比亚吼，伊咧写足侪，你大家拢知嘛？伊写足侪剧本吼，内底足侪代词是伊家己发明的词哦，讲法啥物是伊家己发明的，所以一代文豪吼，你要成做一代文豪，你若有即个能力吼，伫咧即个台语要死啊毋死的即个时代，拄好是你发挥的即个好时阵吼，所以尽量发明词免客气吼。好，当然大家听有看有啦吼，你无，就敢若拄则珊妮讲的，无经过大家考验过，你发明迄个词，到尾嘛，就算佫较好吼，就算诚好，你大家无法度用吼，用袂就无法度通行去啊吼。无成功啦吼，好，譬如讲起盘 keyboard， 迄根本就免人讲，我就直接就是会讲起盘。为虾米？因为音就起嘛，盘起多起，咱敢若喙齿一起摆伫即个盘顶头，所以迄人看了 keyboard 直接就讲起盘，根本连想都无想。而且嘛，发现讲，原来别人嘛是安尼用安尼讲，所以起盘就是台语的一个词。起盘敢是100年前就有诶，你伫咧台语大词典咁现会着，无可能诶代志，这就是新物件。但是你就是家己发明，每一字，所以我讲诶，发明主要是爱掌握啥物？第一，爱掌握台语发音诶规则，变调爱改变爱变，爱掌握台语发音诶规则。这第一点。第二是你若顾一个词，故事法爱遵守台语故事法。米粉炒你着米粉炒，你莫讲炒米粉吼。当然炒米粉大家嘛听但是米粉炒是一个名词嘛。米粉炒是一个名词伊毋是炒米粉是动词接一个名词所以你若掌握这2点了后，你家己去发明词我足鼓励大家安尼发明词，心较开阔啦。我足讨厌人个心足歪的吼，忘掉你大牌，你心只歪，我感觉你是足歹的大牌吼，心较开阔。迄是语言能力不足啊，语言能力足了，本质就是爱创新词，有大条做新词啊。对。不足，讲无人安尼讲诶，无人安尼讲，我即马讲煞袂使。对，我拄则讲诶，我地摊式超车，我是对一字无符合着台语用词故句法，或者是对一音无符合台语发音诶规则，你会当甲我讲，我会当改但是你要讲无人安尼讲，迄是华语直接翻，华语直接翻又搁安怎？我华语直接翻又搁安怎？我对一字毋是照台语的发音方法，我对一个词毋是照台语的故句法，你甲我讲
所以我只要是安尼，你就算我台语、华语直接翻咧嘛，无人会当甲批评啦。你批评我嘛无接受啦，我直接安尼讲啦吼。OK， 嘿，好来，咱继续讲啦，继续看啦吼。迄时暗猫猫吼，你会当讲替单，你会当讲暗猫猫，我毋知暗猫猫台语词典找无免找啦吼，知影意思啦吼。到为虾米讲暗猫猫，你会当理解？我嘛毋知，我嘛有足歹形容，为虾米猫猫即个两个字会当互你理解讲暗迄种感觉吼？可能着猫啊即种物件，伊足恬静诶吼，甲暗着可能会联想着，或者是讲乌猫，或者是讲猫啊伫暗中吼，迄个行动诶迄种，所以暗猫猫着嘿。好，过来是讲，会讲暗面蒙，然后有人着要做个着讲暗面蒙猫，吼。对暗面蒙讲暗面蒙猫了，伊就搁做个就去讲暗面蒙山猫。其实我毋捌听过。暗面蒙着名，伊只是喺空上，你要蒙啥？对，暗面蒙，你要蒙啥？就蒙猫。然后蒙猫无啥物讲蒙山猫。所以这是一个语言活的时阵，伊就会按一直踏词踏字踏起嚟安尼，对无？高不中，高不离中，高不离三中，高不离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你看你安怎讲啊？对，招啊200，招啊200、300，招啊2、3、4、5、6、7、800安尼。你看你安怎讲，迄就是语言话角度安尼讲。迄是因为因遐头壳无够好，甚至能力无够好，听过伊毋捌听过，就随吐一句话出来讲，无人安尼讲诶。迄是你无听过，无一定代表真正无人讲。就准讲。今仔日进前无人讲，我即马讲煞袂使者，我即马讲煞袂使者，你凭啥物讲我袂使你讲？你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对吧？就是一般吼会晓讲台语的老一文的吼，我讲老一文的，就阮即马即个号数啦，5、6、70号即种的吼，上直接甲你讲台语无人安尼讲，台语无人安尼讲，即就是即寡人害死吼。我有时看到少年咧讲我嘛定人共讲啦，讲你毋通去参考迄即嘛5、6、70号即寡人对台语的意见，因所讲的意见一句都免插伊吼，因为因无受过任何台语的即个训练，因伫咧即个华语的教育成长大汉的，因对台语的看法完全无即个参考的价值吼，你莫插伊吼。讲到对，好，就是安尼啦吼。我忽然间想着讲我昨昏吼，我甲我所有的即个社交软体的即个口罩拢摕掉吼，所以你即马伫 Facebook 找袂着我拢吼，毋通误会吼。毋通误会，我无甲恁封锁吼，恁找袂着我是因为我家己自杀啦吼，我拢摕掉吼，所以内底规千篇我嘛是做一个拢摕掉吼，无意无事啦，无一点仔价值都无哈。你讲啥？歹势？哎呀，无使时间啦，嘿。尤其伫咧 Facebook 啦吼，看了迄寡5、6、70岁即阵人哦，我看了就册吼。好来，讲我拄则查即个大理大词典，我时间是真超过，真正超过吼。大理大词典猫无即个找无即个意思吼，但是我认为真好，暗猫猫吼，做你用袂要紧，做你发明像安尼的即个故事吼。迄时暗猫猫，后来即段其实足好读的啦吼，咱读到暗猫猫就好，咱后回咱再搁继续来开帖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字足侪词爱大来开帖。好，感谢各位，咱今日到遮吼，我要关房。好，感谢啊，谢谢爸爸，再会。多谢大家。